成日諗住啲嘢放唔低，3個方法即刻幫你釋懷。有冇試過明知唔想諗，但係啲嘢喺腦入邊轉嚟轉去，瞓都瞓唔好？其實好多人都有呢啲事發生，成日掛住喺個心度，可能係工作、感情、家庭，又或者係一啲過去嘅事，點都放唔低。其實要放低，唔係叫自己唔諗就會唔諗，而係學識得點樣同自己嘅情緒相處。第一步，可以試下寫低你成日諗緊嘅嘢，寫咗出嚟之後，好多時你會發現自己緊張嘅嘢其實未必係咁嚴重。第二，俾自己一個諗嘢嘅時間，每日淨係俾自己10分鐘去諗，之後就話俾自己聽，今日到此為止。第三，做自己中意做嘅活動，分散一下注意力，例如運動、煲劇、畫畫。當你 focus 喺呢啲嘢，腦入邊嘅重擔自然變輕咗。最重要係同自己講，世上冇人可以控制晒所有嘅嘢，有時放過自己，反而覺得更自在。有啲嘢時間慢慢會幫你解決。你又有冇啲咩方法令自己可以放低心事？留言分享下，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你身邊嘅朋友，一齊學識輕鬆咁過生活。關注我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